Rina、Sina 一齊睇書啦！小朋友，你知唔知道呢？自己曾經喺媽媽個肚入邊住過10個月咁耐㗎？究竟人係點樣好似小種子咁喺媽媽個肚入邊成長嘅呢？等我而家同 Rina 話俾你知啦。媽媽的肚子，作者繪圖冼娜。媽媽，你肚入邊有咩聲啊？嘰哩咕嚕，卜卜卜卜係心跳聲啊！媽媽，你個肚有奇怪嘢喎，恐龍定係外星人啊？係媽媽最愛嘅寶寶啊！哇，寶寶長大咗喎！寶寶健康咁成長，不知不覺已經3個月大啦。媽媽，呢條長長底係咩嚟㗎？呢條係臍帶，佢會將營養同埋氧氣傳送俾肚入邊嘅寶寶。寶寶喺度游緊水喎。媽媽開始感覺到胎動，亦都感受到 BB 打 CX 啊！寶寶隻耳朵聽到邊個嘅聲音啊？聽到媽媽講嘢，又聽到佢嘅歌聲啊！寶寶條脷舐到咩味道啊？甜酸苦辣，媽媽食到嘅食物，寶寶都會品嚐到少少㗎。寶寶擘大咗隻眼睛啊！媽媽有時候會掀起件衫曬肚燈，寶寶可以見到光光地㗎。媽媽個肚又大又重，個肚皮喺度喐緊啊！寶寶喺肚入邊做運動，你睇下佢幾強壯。媽媽，你睇下，寶寶出世啦！呢個寶寶係你啊！感謝你嚟到爸爸媽媽身邊，希望你健康快樂咁成長，我愛你啊！小朋友，你又有冇睇過媽媽嘅大肚相啊？ Rina 住喺我個肚入邊嗰陣，都成日喐嚟喐去，好活潑噶。去醫生度照超聲波，就可以隔住個肚皮都睇到肚入邊 BB 個樣噶啦。今晚就問下媽媽有冇你嘅超聲波相，記住要錫媽媽一啖，感謝佢努力生你出嚟啊！香港繪本《媽媽的肚子》而家有得買啦！呢本書係我喺 Rina 出世之後畫嚟送俾佢嘅禮物。如果你都想要有一本，留言或者 send message 俾我哋啦。多謝支持。